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。7. 大皮。古早日人时代，咱台中有一个大好野人，名做赖皮，毋若田园真济，市内规座街仔嘛拢赖教的。听讲为因阿公赖铁，因老爸赖丁，着真够学田买厝，所以赖皮是好野第3代。讲到赖教，台中无人毋捌。总是赖教出名的，毋若有钱，搁较出名的是欠钱。人讲赖铁的钱抽钱钱，赖丁的钱兼涩涩，赖皮当算结甲粒屎，3代拢共款，大概是遗传的。即个赖皮岁头食到50外，厝里一个某一个囝，欠甲衫毋甘买，鞋毋甘穿，出门一领蓝领裤，拖浅拖，酒搁上界兴，拢啉别人的，罕罕啉久歹势，讲今仔日我请，拄好身躯无值钱，所以一世人朋友交无几个。赖皮有一个古早日本诗经，见一点钟就会唱歌，搁有一个查某囡仔出来跳舞，伊上界爱，见时间到就摸来看。这诗经装电池，赖皮行了电，暗时要困进前，电池先拔掉，透早起来，甲电池放倒转去，才拍电话去电信局问时间。59岁迄年，人来招买保险，讲恁阿公59过身，恁老爸嘛59过身，今年你59啊，即个保险买落，包趁无了诶。赖皮贪钱，听了有理，诚实，就甲买保险。啥年底大肠癌就来过身，要死前拄好诗经弹，赖皮独强吐一个气，甲因某反付，暗时电池爱拔掉，过身财产成10亿，搁加迄个人寿保险几十万。死了厝边隔壁面头前讲好话，学了赖皮一世人欠搁扣拾，意思是袂浪费。其实用现代环保的角度来看，伊会使讲是真保惜自然资源的人。